我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高雄昨下晡有地震，过无偌久，新兴区一间50年的旧戏院，3、4楼悬的外墙接续崩落来，甲下骹的汽机车跌地海。加在当时无人经过，警消赶紧来封锁街路，疏散着附近的住户。港务局初步来调查，可能是甲戏院的老旧有关系。 敢是记到阿蒙头石头一直连落来，摔落来墙尾啊倒去，现场规个阴蓬蓬，为石头佮击到对面的厝，甲行路的轿车奥多摆跌到海去。这个事件就发生在新兴区28号下晡，高雄发生震度1级的地动。看他小石头就掉下来，这样子，然后一下子转头看一下，他就直接下来啊，还有灰尘，还有很多啊，吓死了。附近的住户拢带一条，现场有封锁线，出动怪手来清理现场。这边应该还好，这里还好。阮刚起来无这会死呢。下早到住户赶转来，有警察陪因入去厝内，要摕慢性病药啊。顾到我们志气的，是那边已经有压到，怕我们危险呐。各民众赶要离开厝，含衫裤都未复杂。啊，港务局初步调查，旧戏院超有50年历史，内底有真侪所在生生旧气。梁柱结构系统跟倒塌的这个混凝土帷幕，本身的连结是一个很脆弱的一个细筋梁，又遇上微震，那有可能是造成这个断裂的这个原因。厝倒去到底敢是和地动有关系？会个进一步调查。嘛，加在这个意外，无互人受伤。